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今天来到琼林的鹿寮坑，这里曾经拥有100多座的炭窑。跟我一起走访山城中的客庄，经过岁月的变迁，衍生出哪些有趣的产业？田大哥，这个就是你们这里的炭窑吗？对啊，这个就是我们的百年古炭窑啊。因为以前我们客家的先民来这边屯垦的时候，我们丘陵地上都是我们的相思木所以说我们用相思木来烧制我们的木炭。所以它在这个丘陵地上因地势而新建的我们的炭窑以前在我们这个鹿寮坑放眼望去都是100多座，到处都是在50年代在这个丘陵地上这个烧木炭的就变成我们客家居民的黑金的一个文化。这就是以前烧炭的内部哇！对啊，你看，全部都是对啊，都是卵石这样子，有没有就是把它这样子用梅花弦的方式把它砌上去，用它的张力法把它撑住整个窑棚，然后它这是用热导流的方式让这个木头变碳化成木炭。走进布满历史痕迹的炭窑中，虽然现在已不再运作，但是曾经是制炭最重要的材料相思木。要如何继续衍生到日常生活中，就来看看山城中的客家人发挥了哪些有趣的巧思。相思树以前在早期的时候是烧木炭，没有错，但是因为我们椴木香菇如果走正成功的话，它比其他树种都长得更好、更丰富。它长出来的香菇特别的有弹性，而且它走正成功比任何树种可以多采1次到2次。可以教我怎么采吗？采的时候呢，抓住馅柄摇一摇，它就下来了。田大哥，我有发现有些香菇它的上面的纹路是不一样的对，你看只有一朵花菇，你看东北季风吹来的时候，我们人类的皮肤如果没有擦保养品，会粗糙龟裂，情形就是这个一样的。所以其实这2个是一样，只是它是有东北季风跟湿度的问题，所以列出这个很漂亮的花纹。对。相思木是鹿寮坑炭窑中最重要的角色，也是居民的经济来源。即使已经不需要再制炭，相思木仍然做成椴木香菇，一样成为当地的经济收入。鹿寮坑的相思木在不同的年代，用不同的样貌，继续陪伴当地人的身边。